係玄學中身體遭遇碰撞受傷屬於傷災、血光或刑克，而鍛煉肌肉在物質界面上係強健體魄，係能量界面上則是增旺比劫、強化金木制化格佈局。核心概念對應運動科學與五行能量格轉化，係五行中足球運動同肌肉鍛煉有著非常明確嘅能量對應。足球運動嘅本質屬木與火，綠色草地、奔跑、肢體伸展屬於木，激烈競爭、速度、爆發力、全場熱血沸騰屬於火。碰撞與受傷嘅本質屬金與土嘅刑克，球場上嘅強烈衝撞、骨骼直接撞擊、骨折、撕裂傷，係玄學上屬於金木相戰或土重埋金、木土相克。鍛煉肌肉嘅玄學意義，八字屬比劫與比肩與劫財代表肌肉、骨骼與體能。肌肉發達等同於在物質界直接增旺比劫，比劫能抗官殺、外來打擊，係最直接嘅肉體防禦罩。